美国总统川普想要伫格陵兰的控制权，这引起议论。也为着要加强甲格陵兰的关系，提升北极事务的参与度，加拿大甲法国伫格陵兰的首都努克设领事馆，和这外界就解脱啊，安尼做是向川普明确表态，因支持单位。 加拿大总统西蒙、外交部长阿兰德甲格陵兰驻地政府外交部长莫茨菲尔特，接日共同参加加拿大驻努克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但被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原本也要参加，不过因飞行机故障，无法度赶到会。So wonderful to see you all here for the formal opening of the Canadian consulate in Nuuk, Greenland. Let's just raise our hands and clap for this day. 加拿大政府重新审视北极外交政策的时阵，2024年初就计划要伫格陵兰岛设馆，原本按算2025年底开幕，因为天气无好，延长到即马。加拿大北边极宽地带努纳乌特首府伊奎特离努克干来1点钟的航程，两地因纽特人有密切连接。1982年来，第一回访问格陵兰的加国总督西蒙到因纽特会统。 法国也伫这一届设领事馆是第一个伫岛上设馆的欧盟国家。在当地敢若有6个法国公民。总领事普瓦里耶指出，伊的任务是听当地人的想法，佮促进甲法国的合作。La première des choses auprès des Groenlandais est d'abord de les écouter, de les entendre, de les laisser nous expliquer en profondeur leur position et de notre côté de leur confirmer notre soutien à leur côté autant que eux et la partie danoise le souhaitent. 直接进前，加拿大、冰岛、美国两个国家伫努克提供正式的领事服务。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